还是从这一点这里最近样子偏向，都是因为你听了不嘅？我呢，从这些这类是跟学呢。那今天是汉藏同一个时间过新年，那么所以护法在这里也跟大家祝贺吉祥如意。我都是因为他，搞那是了，么子那下军的呢，不给，给外叫啊，春节节来呢，不给老兄嘛，是不是？看到几多就可以走。护法的开示，就是平常我们任何的善行啊，就算是很微小，你不要轻忽要很努力的去做。给我重些，现在结了婚是吧？那现在那个朋友给盘头嘛的上的，马天不去。给我穷长的朋友，入港都去，给我穷长的话，半港都去，这个呢，要学。那不要心里想说这点小事情有什么用认为说小小的善行没有益处这善事都是从小处开始要尽力的做起任何的罪业即便是很微小也要尽力的断除。我呀，全能胜利中啊，电视了吗？胜利中我的多少？确实不给让给胜大不一些。代表姑娘了，我也确信。所以法是心所生法为主随行以心为主随行于心。那么所以说我们修行佛法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内心清净，要以信心为动机来修。我的那些呢，你不给九龙上不去可能，给我跟学了，反正是几个人呢，我让给不给，亏包是对的，谁能买不起？推荐是那么大不行嘛？几个人呢？跟人家去不了。我们做任何的善行供养就是就自己所能无所吝惜的来做供养的话会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马上是上面不给英雄强势养到的，刀啊是姐姐，有的人看着不给虚的，来老不的就了。那平常我们一讲到做出离心、菩提心、恭敬正见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你那样不给，我让这种英雄，现在带路真的不给年纪，我都是现在你不给，省的，省，讲不的，不给卷，讲不起说呀，他是都是这样子。就自己的身上要发起出离心，对于他人呢是升起悲心，要让我们这个刚强难化的心呢，让它转为柔和。确切是的，你看到了吗？不是，你查到过了说不太清，让我的热的你那样，确，不用我们这几天确切是的，半百呢，确实辛苦了吧？我们修行佛法，那固然说做很多的功课，还有礼拜、绕佛都是好事，但是真正的佛法要在断除世间八法的情况下来修法。我呀，确切帮的，听说听人确实，现在说那些，我就这些他们弄的，不给，现在让人真的，这点确切热当然，上去就光吧，猪头吧，真的穷。所谓断除世间八法，令暇满不空过，就是过去的圣贤都是这样修行，舍离世间八法，终于证得佛陀的果位。我都是人都讲了，他的人不给咱几点吧？可能当地人现在老不给几点吧？几点吧？人差就咱了，你几点听不明白吧？这个。我都是人到学姐班呀，都过来考我的，因为很多记住不给，给我，那里的马主任，给上班那么大的就很多。
我们讲世间人就一般的这个在家俗人，你说要断除世间八法，也不容易，但是尽量就每一项善行，以清净的发心来努力修行。你呢，确切是的，确切的，老子就按么多，起码没那个睫毛修的时候，这样玩意。所以修行佛法呢，不是说是出家人才能做到，那在家人做不来，并不是这样。确实的，让给康熙这些，让给康都记住去，这个是经验了，或啥就用了。佛法就自己所知，尽自己所能来修的话，都会到一定的程度。都是人全场也真的让自己忙住了，全场也真的不会见得到的，真的人是啥样的讨厌，东北人是知道老讨厌，我瞧就是搞不定的，这咱们就讨厌，太重咱们说话应该讨厌，是我手里有了，说的这个，说那么家去没有。所以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都依缘而假立，这空性的道理虽然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只要起合理的还原，都能够帮我们使三有残破，累积很大的福德。真的看到给小了，要给小了钱，要什么定的或者没了那些了什么，现在天天都是前面的该挺忙了。那如果我们平常好像是在课诵修善，但是内心当中却存着害人之心，那就是没有任何益处。个人不是想了很生气，过来忙点，个人的经验了，很多人都的。那对他人呢，能够起利他之心，那就有对我们就有益。都是人的不一样，当然道理关系，当然道理教养，当然道理感养也是个，个人的不一样，说让人的，说让人管，教训的还是说让人教育了，他都对的，现在教不一样，对的，人家说了没做完了说嘛，我在听这个，他跟兄弟，找了说了，就看看用嘛了嘛，去。那所以自己是自己的依护，自己是自己的仇敌，所以能够拯救我们的，作为我们依护的，就是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靠着别人不落恶趣等等，而且呢，真正的仇敌也不是在于外在。让你省的不能要我去偷，上不去了，走了上不去，要我去捡呢，这个人呢，他的人呢不给，然后说让我骗吧去，省的了人能骗吧，最起码也能骗吧，这些你搞的不给，真的骗不起永久。能够调伏自心呢，有善良的发心、善良的动机，对自己有益，不仅对今生有益，对来世也有益，可以使今生来世都不会空过。选了300年吧去，选了200去，7、8去，现在那种算了不给那些钱，现在人呢，给人不给全部得让人民救了吧。如果对他人有恶劣的心念，伤害别人、伤害他人的生命，那果报就是承受在自己的身上。都是人的，当你到家人的事，说让你说让你家下面，你也说当你的，让你瞧见。那自己是自己的仇敌，其实真正与自己为敌的就是个人，那会把自己投掷到恶趣的也是自己。都是人的，你当然到关系的，说让我也不对，说让你钱，看到记录的可以叫我们这样讲，都是前面人了，扬州批发商的扬州小孩子，这用。自己是自己的依护，所以自己才能真正拯救自己。尽力的修行善法，
啊，那像滴水入海一般会有帮助。我呀，到个人呢不给，上不记得让我一天，你拿下军队呢，顶哪操了是吧？这个那些专门的我老说，这因为这是他们这不给先进了怕点，先进那是几天是一天是这些呢，看嘛是给人的哇。那要保持善良的心地，在平常。那平时如果有病痛或是不顺遂的时候，老是说都是谁造成的都是这个造成的，那个造成的，这是没有益处。都是人可以能不给，让那个，看到记住以前的不给做的，这个这个人，真的，那里下来的不给眼睛现在生的，真的，生的伤了，帮助别人可以能看到一点。就自己尽量的努力，每天都能有进步，让自己一天比一天还善良。这个真的不给，那些觉得，去拿草去呢，就拖着两把点，缺点都不看得起我人去，让你看谁，专门的谁，真的一个人年轻了是吧？真的中人了，真的叔叔让谁个嘛都先几个孙人要买。那平常有病痛了，要按时的看医生，那注意卫生保健。那如果说这些都不在意然后随便乱吃到时候造成病痛的也是自己害自己，不是别人害的。晓得人多了，如果人呢全都是可以全是的点爬些这样的，什么这种的便宜啊。我们靠着修法可以暂时消除掉一些逆缘障碍。对了嘛，这个让你的抗用这么些，你晓得这么全部去出提前，这不给大概的上了，这搞不了嘛。那如果只是靠修法，自己什么都不在意然后有事的时候就想说修法就行了，那要把这些障碍消除掉也很困难。都是人的，个人的不给俺们这个啥吧的，每个月来，钱不就是不给下把也不钱。那对于过去所造的罪业、不善业要好好忏悔。一家，这个男性不给，或者说提前写嘛的说吧，就是看恐怖什么的多，东啊小吧，这如果呢，小把那么钱，真的，差钱。那透过像念诵百字明，还有如来的咒语三运经、一佛忏、35佛忏，要好好的忏悔做礼拜。真的，好我觉得是真的年纪大人的，我呢不给，感觉想了什么就是结尾结束呢，说完我得到一说完的。观音呢是悲心的本尊，那么所以我们也要为了发起菩提心，好好向观自在菩萨做祈祷，念诵他的咒语。这个那些就是讲那样的，真的，钱了不就拿人的，真的就是讲那样的说话上，写了就是让我飘啊飘。那同样的，还有文殊呢是智慧的本尊，所以我们要向至尊文殊来做祈祷，增长我们的智慧。对那些上到强东东西了，真的，说到得到一说话人呢，说到你把它说嘛，得到一，这样的给老说吧，这真的话他们就多不了，这样一另外有。那同样的还有秘密主我们要向金刚手来祈祷，念诵他的咒语，就有消除魔障的力量。其实这么的真的说到呢，让你。从的叫我弄住了说吧，这个用呀，农民给吃的用呀，这种便宜向父母来做祈祷，让我们做生意可以更顺利，家人更和乐。过这边的过到老这边的老能你拖，你把东西拖不就老给你供应。就像父母在后面的愿文所说的，我们求男得男，求子得子。
我觉得如忙如的，让你可以省了啥的。能不能成就还是要看我们的内心。我都是现在，你打开了应该不给。你就讲这样到位到位，收了过呢，要我就是多讲了，我讲去，我这里前面呢，要我确实是没多偏到用。任何的善法呢，在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正见的摄持之下，回向于圆满正觉，那所有的善法都不会丧失。我呀，真的给心眼了，不能变成，这个呢，哪里什么送完了心眼呢？全部心眼是吧？我就是把你变成马道嘛，让我去结果一样。那一指善知识的道理，像《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所说的，大家多少都了解。关于一指善知识的道理，不要做错，要好好的做。那你知道我心眼点是很重要的吗？经典当中都说，道的根本在于一指善知识的道理。今天心眼点呢，老讲，老人把讲解，上面的公办都要都是你们。是要靠着一指善知识，然后依次的来修心，才能够成就佛陀的果位。我这个呀，他个人的不给，这边不给我那是给他啥些吧，这个做讲了我也讲，谁家他们家真的话，他们家的那么东安他们家的票，现我那是钱什么这个票，跟这个什么要的打，我钱了骗到用我的。将我们所累积的善根呢，回向于圆满的菩提，发愿令一切有情众生能够具足安乐，令一切有情众生能够远离痛苦，而这个责任呢，都由我来担，要有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就有帮助。我这个呢，就不给，上去就点吧，点吧，好的对，让我那么去，要不中国的全部点吧，这是不给他先讲了，有人都点了去。就那几马龙样的，可能打得过来了的，要我做讲的我的天。那同样也回向于佛陀的圣教弘扬，特别是妙音副主中欧大师的圣教能够弘扬久住，心中想如果能够这样该有多好，来将善根做回向。都是结完了，真的，见了朋友的，说让人来看着我的。如果能这样的话呢，对于总体来讲会有帮助，对自己个人来讲也会有帮助。我这个大意建议说的，就我这点当中